请听上篇台是老二夫第7回原委，由张继林、张继国演唱。一眉称大字抽象，你送科技易容，哦，心里没对。一眉称得了这个儿子啊，倒没羡慕。不过老几想生自己阿掉，不能给一地不干了。这余为100两银子，这是个冬日去拿子1000两，那是巴不得。不过老几年的余，我只吃100两，900两要拿冬日吃，平常手风里向打来看，这个谁巧了这个辰光。只听见外头报信了，禀太师，通政司大堂赵少老爷到。没好，少问我来，还让你见见礼，这个阿日还让你看看。好，有请儿上。太师吩咐有请赵少老爷来了。身临四季永夺美，逢人讨好不知岁。下官赵文华，这将死气人日，蒙恩相抵吧，太子太师的宣教，在朝身驾龙凤，官居通政司大郎。此番听说叶柳卿到杭州天作定襄，太师爷接他独用，说那朝廷要犯真勇珍贵，不知现在可有下落，倒不如当面去问一个明白。来啊，是前边带路，是少问我根子用人进来，少问我哪个人？此人在那片地身不满6朝，身配到没亏过。3公爱子老于几岁，因遭病，2根水道走手，而且人口口皆斯文，道比的何处实力不错。老几还中量有几火事情，少问我一道注意了。虽你送得赵文我这个儿子定定得从，现在口里打进来，少问我到虐他，手毛一震，抱人一推，枪步上去。继父老大人在上，干儿赵文化，见继父老大人请进啊！哎，文化哎，少我礼，请起。喜继父大人，可人看见某亲回来了。哎呦，把周身来要紧交应一声啊，某亲兄啊，你可没是问我来着，要紧交应声啊，我的，你杭州天作定襄回来了啊？赵啊，昨天进京，今日参访。哎呀，一路之上很辛苦啦。好事，文华弟请坐啊，请坐，好，有座。官者请坐，耍铁海里走，规矩啊。
送死来，为这儿子上去还挺饿，那就是那么简单噻。啊，儿啊，哎，弟弟，来，结果通政司大长赵文华上去口称说梦。哦，哎呦，真用这你的说，这个人就是小文华，凭这些的，斗地里向标志错看。几人当中兵兵接，对里一骂，这个强调是这个12个呢，口口文绉绉，眼睛望上去目露凶光。这用在警察队当心的，在刚正的让你送门里的狗仔，非让说问我们的个不狗家，所以要进头弟弟的，他当然。正等一见啊，说文大人笑着一用，嘿，哎，不，哦，啊，哎呀，老先兄啊，文华的这一位，少许的面孔啦，再细细隐忍，都在改不起你子，只有我不改得起，所以得有了。文华的啊，哎，应该随他一礼，小儿一用啊！哦，这是领公郎啊！对呀、哎呦啊！母亲兄洪福啊！哎呀，想不到你此番天作定香，有这么一个儿子。太子爷，今天你老人家见过了吧？方才孙儿见过了。好，哎呀，母亲兄，后福无穷啊！你看这孩子生得天庭饱满，地久丰隆，两儿夫妇一表人才，真不错呀！将来也是一枝栋梁。哎呀，好，这听起了啊！是，都是师傅大人。哎呀，好极了。哎，你想在什么地方用功念书啊？我有这个，一般对马上是也能干，少然后用功尽做。自个当心海了，哎，浙江武陵，在浙江武陵念书啊，哎，是，吃饭随你父亲一会儿静静啊，哎，是啊，好极了，哎，倒要去问某亲兄，林公郎，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哎，现在来让你心，因为大家都有什么呀？你不会给一个男，我来是讲男安不干，别是女子，那么早就的女性子了。自家人讲的不理听吧，用不上我这个字，文化的，是乃是妻儿，原来姓张，有现代御史张之明之子，带你一个用字。现在改为医用。杭州新代御史张之明的公子，这话叫张勇，现在应用，改为叫应用。好，俺晓得的，赵文我处理了还好，你个张几百个心呐。无理不动，你智力嘛还好，脸孔那么大一个的小，那这里心里上走啥你的？肚皮里想一斤米头，想一门情啊，一门情。你惶恐兵路样式，你哪不想啊？你张三李四把人家的女子才好当女子，你哪弄西代御史张子那个女子大得经历了？都够女子，
我晓得，那上你已经不把膝下父子啊，想这个儿子啊个人要发痴狂。那么阿毛同西老龙不顾张三李四阿毛阿狗总归弄上个儿子们来收，你还要想想。早本我想张子明从前活了让辰光，我举世代子。当时辰光，你想想，张子明当然也要好。那么这个用得了句说叫我不来气，死不掉好。你打算，你打海人，打上王，打傍王，要打西王，打真西他是在一道，打个带敌人一道，你都是去敌人啊！咱们我想想，打你中人，谁不往来？只要你到美国，你是中人啊！你哪努力个儿子打的，但是现在哪是方？该子你用个米与中海话不好讲，所以你纸面上说个闲话，他心里不懂。那么，女的这个人当发他哦，哈哈哈哈哈哈，好极了，因为师傅大人，王晨从来没有来过啊，初次哦，家里还有什么人呐？家母在的。林郎夫人在杭州。是。林尊大人已经去世。子明兄已经去世了。是啊。那个叫去子明兄也当子明，跟人厉害就是厉害那个中家伙。好好书王永功念书，好吧？将来功名两个字，只要老太师经典保奏一本，那么真的一日翻章。来人呐，还是燕大相公今天参相见太师爷。是。相父他从来没有来过。是。带他到园中去走走，让他有闻一番啥？沿着是来花园去走走，少丁丁有事了，我再有名人来换你，好吧？哎呦，曾永春你的最好在不在？收了给他实在好说的，谁是几人呀？这个不离多苦了啦，那么一个人总归慌了呀，谁讲不去？现在听你那讲呢，哎呀，他忽悠的去不想想，而且对于事情呢，我得来讲那个，可是真好。真用不周身来嘛，谁打鸡呀？也没去讲一声，那么我带你下去，也没去想买哈，应该去不想想吗？那么同儿才是真用，忙身子里向一大路听来，这忽悠里向忽高浪走过来嘛，你为了接应了呀？董相公叫做当心。最好真用想这个在特意怪，不想忽悠嘛一个字最最。我想着到东谁到东，想着到西谁到西，想着吃力子是危险。那么个东儿跟那老师上个名堂呢，真用想打发开，不就是那么叫一声东儿，相公。你在这里等于我，对了，给他等于我一个字在里向去不想想，而且对于啥事体呢，来陪我根本懂了想来哈，来不胡人我本来一大几个我都来给他，有同门跟随实无些，根本我本来本来也吃力啥个根本董相公，你叫对我当心是，不对一看，真用。两妻子海清，虎高浪一大路打过来，四面茫茫。哎呦，你相夫可是好有师傅的嘞！你看呢，顶戴楼高，跟装着人好，忙到里向悠悠密密忙不得去。你去想呢，你送挂个名知名个老的那个铜钿唔少用。个浪向也用出的个，送一个到忽悠装得了特别好。真用妹妹家做了多岁了岁，四面口口，周次一些没有的吃力子。
这里头一颗梅花瓶子，上头3个字叫翠月亭。哎呦，这个名称的好了，崔天公的力量就好的了。哎，这对着瓶子口可没觉得奇怪，因为这瓶子啊，市面总归是推空的，叫瓶子，就说个啥瓶子两样的，市面装个玻璃厂，哎呦，不得了！那么玻璃厂没少的呢，哎呀，这个人光少个晓得，明日呀，明日玻璃不安的，无日靠外国进贡过来，所以理想科技的玻璃是不得了的。这人光是民国厂，要么4年之后的玻璃厂不大几个，像你像付那个东南河呢，属于玻璃厂不得了的。真用最的给打瓶子跟水再看嘛，有块3个八字，上头写上2个字叫织布。咦，真用过了几卦？啥贴织布呢？哦，对的，这个织布呢是外头人发进去。现在我把了一门清楚是几年之拿手里头继承的自家人才。理想总归可以去的，来不得了，手拿例子一些，其实真用啊，那应该可以写的。钉子是在下去的，织布已经不能够去。我讲外头有一个例子，因为从理人光讲起来，用的例子，总归女人的，然后呢用例子的，男女会水不清。真用你打例子一些，人家理想一看嘛，给他瓶子这个宝石是厉害，旁边嘛就是康上，所见可悲，色彩玲珑，事物对的侪有个。再看到旁边呢，3姑娘搬出这样一张，真用中的这个叫锦竹，啥叫啥锦竹呢？体型，这个人呢，7根意思。哎，真用像遇到体型啦，遇锦竹，遇到锦竹，背遇有劲。对，4年一口嘛，够肉，靠雨水里就是过好一个劲呐，里向8个体型。真用这样么子叫做是爱法，缤纷一时，经济说3如多数人在呼吸的，真用对于体型特别呼吸。自从大内到现在，一个人搞谁杀光，哪有这个一个心思在查体型？被考的人光，那么查体型，但没考的，心里不考我哪查得了呢？今朝最吃力子3月份才进，哎，咱没下个机会。大姑嘞，手拿个他劲囊大，头戴水里，囊口头拉开嘛，体型拿出来，忙真是锦竹浪向一把。真用像今朝没啥走，到最呢还吃力个。看上去外头这2个机人呢，有的刚转了。那么我们啥走，谁跟了给单呢？说叫超出一条眼睛，所以呢，公山后一后正，真用身体受定，这规矩啊，差得体型了，规矩来这个头，西面地下，水面道道固定，真用哪里？还鼓励不这个的。科技与想，那么是第一次一点拉的，身体受定下来呢，就差出一圈。首领身躯，龙
心，像那楼中头比把香气。人生欲要问天气，像那虽然人物都是到天津啦，人让最热的地段不叫天津，叫欧一津，只有5个意思。介绍原来这是最热、最文王、最富王，侪是呼吸出天津的。每人搞一根意思下去，所以叫天津。唯有四夸就是真心意，四夸四就这个天津喝到哪个程度？凤凰呢，鸟中之王，就是还要听那个天津。有一次听得你都两高的天津喝到哪个程度呢？一根鸡听得了忙鸡车，几个忙鸡车同们在让空中上还头来了，这边一节说别来把那全部要都来的了，也喝到这样的程度。唱一曲高山绿水青深美，烈烈一声触动在耳边。真用到天津呢，实在差得很。这上游不差呢，社会有的黄苏，所以写出一曲呢。高山绿水，介绍真用上游文采了，你的来着。叉子一曲不收，再来一曲。真用再走一曲张君把那谁人两字之间不晓得他的这个一曲没出毛病。真用本来有心事了，三姑娘吃粥一样的，考核辰光呢，吃点粥爱得蛮考核，心情舒畅。那有时的水门了。只要是考核，真用呢，他天津一样的。上来高山流水，现在唱一曲赵君有，里向有有字了还。真用自家小了两辈几人以后，还有有字了还。唱到个浪向嘛，就说相说是心事。门
我是东的西奔西飞，西昭君是为罢必罢，后飞去。神所推啊分太虚即昭君有理的娘心里痛，我是弟兄区别伦理昭君是风声有陪几人我是旧家陪三万想那你送好比毛一日，就说他的雨来了，真用后者说叫我你送呢比了毛一日，都是那喜中量的恶酒真用插在雨来天已经不插的都让马赛们在唉不好很呐不晓得真用自告了瓶子里下一个字思念谁不可见，两晓得我的语言的老天了啥人分百人理不起真叫你来真打一个欧队叫飘香，你来真是你送的生路王人里称到谁女，那么真的叫贼毛上到底理的确好，身边个欧队飘香聪明伶俐的倒是屋中之王了，屋中亏水可以实际上是烈日的你来着，今这治理两高的出来之上，你现在一进到花园里来，为什么？因为这啥翠月亭呐，是阿雕为这个两个神龙来弄的，里向的宝石在上在才是为两个神龙，这只瓶子呢，所以刚刚真用口径外头有制度两个字啊，不能进去。神龙人不能进去，才是女的好进去。啥人一个么叫15真到15我呢好进去，一到姊妹，那么指出一样是来生要加身高，真正是叫到忽悠了，随天机真身，是叫这个急。上来当时听见真身，我要我每次15真来着，但原来听不对，什么呢？我每次个咋真。他怎么不是个好？这是个飘香林子下叫妇人，一步一步过来，火高浪对了对对过来，对到将近翠月亭，距离翠月亭呢，在透过一个高山哈，所以在理想口到老师口不大出，而且在老师口进去了，得轻轻上手，因为刚刚是个玻璃窗。我高为有梨子，而这个梨子边上下要缝缝细开，口袋里向轻轻上手，小将对社会整到一点点，风墨一引，吹步
忙正定之力，口进去，口到理想，是吃口热毒蛇要个致命。哦哟，你来真觉着奇怪，说李想是一个少女书生，哈，人品实个好法，说你来真的是大，可是年纪轻小伙子不得错的。明日了封建时代，女人不能出来，出来的反与用人中个，看见男人要打的，总是有句话，叫男要浪，女要扛。女小姑一到16岁了，到路上扛起来了，那么扛，晓得有种事体，谁子都要娘扛出来的。昨天扛这么不可见的。那就这个不可见到后来把长女的可见不得了的，所以呢，听听你书里向才有上次从你们活定经可见洛阳在自然必争，还有几火火，那当这么可见抽象上等等，晓得这些人光个你来就好口上三个偏冒一个人，但是不晓得你姓啥叫啥，不晓得你江山历史，哦哟。晓得来真这样子，看不了看身体里面在，我对面里那门里看是要叫你们不对，啥事情一张水呢，打了高山了，来真这样子了，看出之神呢。只要其他举止都做不承恩，谁每天莫睡不真，神红死不被问。你来真看到这位公子的人品，可以说我打正送分可记些。真是生送我不他们虽是突击了要低对神不知道空不见古代宋家神仙谁故日4个美男子今着打个为公子一比，这是台湾的有。不过这一想，你今着为啥要操个出昭君有？所以你来就想到个出昭君有，理想为一句话，为啥？你总是贸易人机关，这个人到底我唱到你忽悠里来的，还是你外头进来的不想，还是你他是晓得的，所以你才叫心里也来浪费。非知他呢，谁家子后沟里的3分能对，非知他呢，谁家子后沟间中呀老身谁
来真是一见倾心深为谋，他一缕融融伤心恨，对飘香是这哪？你到鼎中去问一问，此人是谁呀？啊，姐姐，你可以把凳子了，拿着我就去问问清爽。飘香一经语气，像哪个人口口读书呢？那你熬这个把这把口讲，字母两个字不好进去啊！最飘香天境妖精，哒哒哒哒哒哒，打点字跟许多李字，晃一小人打进去，脸孔必白。喂，你说人家呢？啊，给那长单你相互个忽悠的家，真用不理好的了呀。就说啥上头半边过来一个窝头，喂，你那个窝头上这样不懂规矩的呢？应该么接啥工资么工资，要么要相公么相公，说上一来是啥名堂？真用的也不客气的。你到来主人呐！他也学的那要相互沟出无常话。我来问你呀，你到底啥人？你拿上单你他师傅忽悠，市场忽悠有贼的呀？哦，那么真用龙中子，你是当时我外头唱出来的人，代理妈妈那边还热啊！我哪就唱出来呢？我个不相认，什么我你送回转我的给他了最不相信。那么刚才不来听听，你去听了，快点讲。司机开始我收工。什么？哎呀，我对听说司机太师你做工啊，做工为啥掉了？别想想不对哇！你他是最深的5个身子了呀，那真叫弄出这个身子来的呢。哦，哎，那么我等上来再听啥讲啊？小身子随风响起在内荡啊，风雨荡响起。哦哟，我的想，这张肉堂是你他是，谁要两个知己的事，搞你们等肉堂飞机，不就是外头在卡厅外卡厅飞机，肉堂飞机少年，这么你是少年那？像我弟弟双子门称呼，小生草日名义用，做工名我的花园，开花三步的有定风，所以到此与我。哦，哎呦呦，我都弄不懂，得来打不够得来，你进来的辰光好得来，家门里也是为了市场忽悠，现在听听不对了，边路上是个儿子，而且讲像一路来讲嘛5个儿子，奇怪，这么哪年？我去问你对啥了？你上门走，把主身来，得，往外头走，到此外头，看见三条，这条，这个人姓易，但是是边路一路来让儿子叫易用，我问过的，是你他是海里的忽悠里向来不是呀？你趁你他是在做武功，来真相奇怪。
是你阿做一门亲的儿子，为啥要操个出周君丢？而且李下为一句话，你送5日毛一人，这叫总归是一个你。把酒来一想，今朝鼓励法，这个台湾不是这个人到底啥人呀？那要问听说，飘下这在哪？快走！这个两时高起门你说，哎是啊，对了，飘下临子来争，达到定子更新，你现在为什么进去了？飘下第一个进去，要是带子的。真用喂，咦，说也是为了为家，甚至个我对哇，做什么？你先不要来这来，还要真用下那么给搞的，那个写条的是啥个名堂呢？哦，那不历史上写条了，真用得了，身体不走来在外头看嘛，这可几个年来真让听来，哦哟。各位些小不得了，那么你来真的确，面孔嘛生得是标致，我刚摇了眼呼吸，你松是真正当你心肝白白的，所以装得了不得了。真用在外头一看嘛，口里一步一步的让打进来，哦哟，各位些小不得了啊！花用月马飘迷茫，鸟弄平定水后霜。情啊是为谁都不容结，精彩一直带动呀，八风就是为动。那句话一斗擦冰板，对浪向来看呢，差不多才装得了满筐子。哦哟，这点水是不得了啊！绿叶细梅。自从3月，介绍6月4日是的那样子个人头呢，在姑娘初3的月亮，细歪溜溜，倘若这样子，我不没我觉得，可是一动太难看的。风马穿布地铁衣。我是举分天如美，身处金水的海山，好比月里山。离远的好比小水，西子也不前，两泪他
是你家后，别说的。这个一位小小，这让给到你高个花园里呢，一定是你家之后。乃是几人膝下的女红妆。真用下口啥了？那么几人小的小小，多少口的有个数一年呢？手下让对白白走嘛，理呀不理？你来着，咱点点子，那一步就一步。不过小小了，我是不都为了口里了，但是里向跟着了，但是他好口子，是一个对地的，最上一步。小小嘛，这家公子是谁家是分？小弟刚刚门中的呀，李心义是一家头来要的走山呀。来这眼睛不够去非结果，既然是阿叔一女将的女子李总关系，不过我今朝就要问问欣赏。这位一家公子来真于理。真用下那么大概考，理在我行里，我倒不能够是不理，应该为理呀，这个是规矩啊。那么这种你搞个这条道理说都不对你，也不能够不理解。坚持什么老太太？哟，是，不该。小生有理无为，小弟亲走。你还想亲手？我手上是啥呢？不过我们就要问你那一句，问句啥？你到底一个人来个人还有用人白来一道来？用人白来来了，我晓得各位白带来个抓领子里去，别抓领子来好去呢。公子昨日大此，可与下人同步？怎么过到奇怪噻？还有人有个，刚是我关这里非要带我来到了外头，我一个字进来吧。小生一个人大此。那么难怪你也分弄清爽，这个你这规矩应该口的。上头有记录两个字，你应该不应进来的，你进来自己告诉他也。我现在告诉衙门来一句，定要紧。请问一家公子贵姓呐？那么真用想不了，真正是教为写出来夸的。就说听闻一家公子贵姓，高德姓义，可以说贵姓的，贵姓的就是姓义。这样一看嘛，到底是几人之女？那都比你不自家的。哎呦，真用想不对，再你不自家了，我看这个人不会得笨到这样的程度。晓得我姓义，为一家公子贵姓啊？对，你问我的意思呢？你牛来欣赏，怎么真用下讲不来听说的？所问先生，本则姓张，对名一个勇字。姓张对的，大概李个小，他会的，不然耍人还啥的。大家弄弄清爽。请问公子，临真大人叫何名字？故居何职？事实对上，故居西代御史张子明。对呀，哈，这西代御史叫张子明，年一定是临真大人在水么？得病上过什么的？你都要是得病的事，怎么来管不了说你们去管你哇？耍的你呀，
是的，你阿刁害的，其中必有个，不但来东讲，本着该咋做那？我去告诉你呀，告诉你呀，叫你爷娘来门内欣赏，你到底是啥人？我哪没有来正当来告诉父母？